要不要先来吸一个薄荷？等一下，那我要去弄个百灵油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按呢。来咯！本节目为科普拉斯全新单元，聊剧、聊电影、聊动画，又能同时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。剧不剧透？可能会哦。客不客语？好哈密。听声音，听下来，剧透客语 ，Let's go！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，我来同大家来分享一部懂电影下给童话很可爱的动画，还有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句跟它有关的客语。而且啊，我觉得这句客语啊很有意思，请是动圣起。我先讲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第一名的汉英永英拱。第一名哦，我直觉会念 T 名。对啊，我们从小到大好像要讲到第一名，我们就是提吉名。T 名，可是事实上啊，后来老师教我的时候，老师说其实有一个更地道的说法，就是头名。头名，那四线腔呢，就是说头名，对不对？对，中文的写法就是头名。头在客家话里面是身体的部位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的头啊，也是事物的开始，有领导、第一、上等的意思，听起来都很正面。对，这个头呢，你看就是在身体的最顶端，没错。所以这表示什么？金字塔最顶端，就是很上等的意思。我们头是很上等的、很重要的一个部位，也是可以这样讲哈。所以你看哦，那个头名。头名就是第一名，头奖就是头奖，头奖带头就是带领，带头出头天就是出人头地，出头天，没错，正确。对，那头七嘞？头七就是你亲人要回来看你的日子啊。好像也蛮正面的，喂，不好说，很烦欸。好啦，我要问的是，大家知不知道得第一的客语怎么说？海陆腔打头名。阿凯翔念一次，打头名，然后四线腔是说大头名，对不对？对，中文就是打头名。对，如果你乱念的话会被打头哦。是你才会被打头吧？好烂哦。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，其实我也是被老师纠正之后我才知道的。然后你真的研究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哦，竟然有这样的学问在里面。对啊，不过大家会不会想说，为什么第一名就要打头嘞？打头听起来很痛对不对？而且我都到第一名了，还要打头。真的是年轻人你才会这样想我今天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了解行业动圣起改提供这个第一名打头名，打头名的这个打呢，不是真的要打人，打在这里是动词，是得到的意思，所以不是打，不是真的打你的头。为什么你要开始打我的头？我想说这样比较生动。我要练习一下打头名，你看打头名。OK， 所以打头名就是得到第一名。那客语的这个打嘞。除了呢是得到的意思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用法。它在客语呢，其实算是一个万能的动词哦，超万能。在挑白的挑白嘞，在以前呢，凡是用手做的这个动词呢，都可以用打。我们现在也跟大家来分享另一种这个客家人生活中很常见的打法哦。如何打？来打打看。像是打板呢？打板就是做板的意思。对，很约在大风板。我知道。打风板做红板，对，还有大家很常听到的这个大起把，打七把做麻薯，所以大家有发现吗？这个打这个字真的很万能，它有获得的意思，然后它这里是做的意思，然后它都是动词的意思。那我们刚刚举的呢，都是这个客家庄客家中当年勾结的时节啦，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，都会做给米食，真的，像是红板、凤板。对，我很喜欢吃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七把，就是麻薯，真的是想起来就很好吃。加那个客家花生粉有没有？又 Q 又软，而且大家我告诉你是打七把，这些七把会这么 Q 是打出来的哦。光想的就好有画面感哦，真的就是用打的那种感觉就可以把这个
麻薯啊，越打越 Q 弹的感觉。没错，我突然想到，是不是我们每次在脸部擦完化妆水的时候都要轻拍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脸部越来越 Q 弹呢？当然是没有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客家话叫做打面黑猫打脸，是不是？打面。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刚才那是乱举例的，你这样大家会学错啦。不行不行，收回，打脸这件事情完全不存在，我们只有在教打风板、打七霸、打板，没有打脸。对，只有在米食的地方才有做这个打的动作。好啦，故事咧，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嘅懂电影下嘅通话有关系嘅一句话，跟这部很可爱的动画有相关的一句话，就是我要得第一。四线腔，爱爱大头名，海陆腔，爱爱打头名。有知道按哪个讲法懂电影下吗？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说法很可爱呢？有啊，我觉得动等一下。好可爱哟！顺便讲一下，你完全没有可爱感呢，你可以再可爱一点吗？没办法。那你知道我是最后一名怎么讲吗？四线腔好像有个说法叫做雕叉迷哦，就我是吊车尾，雕叉迷。对，这个是一般比较常说的。对，最近老师有教我一个很特别的讲法，今天一定要分享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很震撼，因为我觉得这念起来超特别。我要念咯，海陆腔。那我是就是矮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是最后一名，矮黑比利时。这什么？矮黑比利时吗？欧洲的比利时吗？对，所以矮黑比利时巧克力没有啦，矮黑比利时就是我是最后一名，而且那个席，对，而且那个席就是屎的意思发音啊，对，所以很好记吧？我是比利时，矮黑比利时。那四线腔如果照字念就是矮黑比利时。很特别吗？所以这句客语用来形容就是很小、很微小，就是 very tiny， 也被拿来形容是最后一名的意思。我问一下，那个 small 跟 tiny 哪一个比较小？当然是 tiny 啊。所以比 small 再更小的屎，就是老鼠屎那种般的大小。所以就是很像最后一名，所以矮黑比利时就形容你是老鼠屎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不是很确定我们两个这样分享对不对，可是我可以确定的事情是，刚才讲那个什么打板打风板是对的，然后我是最后一名是矮黑比利时是对的，矮黑比利时。对，那至于刚才我们讲说是不是什么像老鼠屎或是什么屎，那都是我跟凯翔湖州的分析的。对，好，大家只要听正确的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只是说有可能是，没有说一定就是。不管是呢大条名也黑比利时哈，这两句客语呢，要用去客家话都同基本你爱小嘅也部通话有相关，都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很有关系哦。对呀，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部作品呢，是由漫画改编，然后非常受年轻人们喜爱的一部作品，叫做《国王排名》。那一颗梨子姐姐，你有看过吗？你刚那什么表情，真的很过分哎！不过说真的啊，我其实没有看过，因为要录这一集 podcast， 我真的花了好大的力气去看这部动画，然后我还去做田调，结果很多年轻的同事都说有啊，我知道这一部啊，然后我心想说，哇塞，真的很夸张哎！你们是真的很喜欢看这一部哎，所以有感受到这个年龄的差距了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感谢台积嘎，好，好啦，那这部作品呢，其实里面的国王呢，都很想要大头名，很想要得第一，没有人想要当这个比利时最后一名。你现在是说 Michael Jackson 那个吗？比利时，你唱一下，这样一杯气。我的比利爱给比利，是这个吗？对啊，是啊，是齁，对啊，哇，这很好学，我没有走错年代吧？没有，你可以有古有今，非常好，哎，可以耶！所以我们再一次，没有人想要当比利时。好了，回来，没有人想要当这最后一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客语来为大家简介一下这个国王排名的剧情。阿凯熊要不要用有声书的语气讲一下？那我来用一个有声书的感觉跟我们泰卡糖。好期待哟，动 T 台。跳擺，有動盪嘅國家，
从前，从前有很多的国家，大家为咗打造國家嘅便利、國家嘅發展長途、國王嘅能力，去同各國國王排名，看哪國嘅國王打頭名。大家會依照國家的兵力、國家的發展程度、國王的能力來幫各國國王排名，看哪個國家的國王是第一名。怎樣？我覺得說得不錯啊，繼續。我沒有睡着是不是？我覺得很棒哎。其中排名第7名嘅國家，國王同皇后都係哥哥太太同有力嘅金銀族。其中排名第7名的國家，國王跟王后都是身材高大、力大無比的巨人族。不過，加掉嘅太奶嘅波子，全無金銀族嘅體質。但是他們的大兒子波吉完全沒有巨人族的特質，見到係又聾又啞，生嘅懂愛惜，冇乜嘅啲，反而又聾又啞，長得很矮小，力氣很小。呢度得到大家認同，而決定離開家鄉去旅行冒險。為了得到大家的認同，他決定離開家鄉去旅行冒險。大幫按樣來提升自己能力，借由這樣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前面變做傻傻都尊敬嘅國王，最後成為人人尊敬的國王。不過呢，到底有沒有成為國王呢？自己去看。我覺得睡前聽還蠻不錯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睡前來聽這一集哦。你剛那是陪你睡覺，你剛那是一個尷尬的笑聲嗎？對，阿凱翔陪你睡覺時間。好，聽凱翔分享這個故事啊，大家有發現嗎？這個故事的架構哦，其實非常的簡單，就是動簡單，用英講就是一個主角啟程冒險，過程會遇到很多的挑戰，所以他就挑戰自我，最後達成目標。沒錯。那像這樣的套路，大部分都是源自像童話跟世界各國的神話故事，比如說像是孫悟空，還有像桃太郎，摸摸大路上。我覺得你很會耶，是吧？摸摸大路上。好，謝謝思夢妮。好聽，就是說像這樣的套路啊，常被運用在天狼電影、天喜電視、動畫這些作品。我覺得你跟我都很喜歡的那一部，我們之前有講過，像功夫熊貓。功夫熊貓呢，就是這個熊貓呢，它有一個啟程冒險、挑戰自我，最後達成目標。有聲書來一下。笨拙的熊貓阿波立志成為武林高手，經過拜師學藝、挑戰自我的修煉之旅，最後打敗壞人殘暴。你看，熊貓主角呢，啟程冒險、挑戰自我、達成目標。幹嘛啦？為什麼你的語氣要學我啊？還不給你讓熊一起有聲書可以嗎？可以。走的嗎？走的走的。好，還有一部就是 Tom Cruise 他自己打破紀錄的這個捍衛戰士續集獨行俠。失憶的資深飛行員獨行俠，短時間內要訓練12名飛行員，帶領他們完成一趟不可能的秘密任務。強榮Tom Cruise 這個主角呢，啟程冒險過程當中挑戰自我，最後達成目標。好像怎麼被你講完，好像都長一樣。我跟你講，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套路，好不好？這是一個編劇寫劇本的時候的一個套路。所以你看，在這個冒險的旅程當中，編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寫各種情節，讓這個主角遇到困難，解決困難，凱旋歸來，自我成長。所以國王排名的男主角波吉啊，真的遇到超多的困難。不過編劇就是運用這個角色的困境跟這個過程啊，所以讓大家可以跟他一起感同身受。沒錯，所以我才會這麼喜歡這一部冒險故事，可以跟着波吉一起破關、破關再破關，對不對？對。你看，雖然他又聾又啞又矮又小又沒力氣，而且連一句台詞都沒有，但是大家還是很愛他，而且我的內心已經默默跟着他一起成長了。你是體重一起成長吧？喂，不好說。在那邊假哭什麼？我看這部動畫，我覺得波吉超可愛，可是我心裡有個想法，我在想說，有時候戲劇在 casting 男主角的時候，如果男主角真的來
聊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我跟你说哦，这个主角没有台词哦。不要这样子，很多主角没有台词也很厉害啊！你看像皮卡丘也没有台词啊，皮卡，之前那个什么灵芝草是不是？你们那个年代是什么？那是多久以前？我拜托你。都说什么？他是怎么念啊？哎呀呀，那个是谁？灵芝仙人，他也就哎呀呀，但是他就可以把他演得这么生动，而且受大家喜欢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年轻，竟然知道这么老的戏。好吧，可不可以正经一点？所以呢，要当主角不一定要很帅，像我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只要遇到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也是男主角。因为我接不下去，我是真的录不下去。好了，给请你再过来同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课语。好，给不你分享给客家话。得第一，四线腔，大头命，海陆腔，大头命。那我要得第一，四线腔，我爱大头命，海陆腔，我爱大头命。那如果没有第一名怎么办？不管第几名都很好，只要努力，到哪里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三棒打表，赌奶走得变走，憨好好改起干。一颗梨子语录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期待听夜给科普拉斯属堂剧透课语 Let's Talk， 张耳雕，拜拜。这句课语很简单，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用到？我要大腿苗。说真的，我都用不到，可能是那个赛神猪的时候吧。哦哟，赛神猪可以赛到第一名哦。不是我赛，是别人。